人哋話時間改變一切，但真正落手改變呢個世界嘅係我哋。我嗰陣時辭咗投資銀行份工去創業，其實屋企人都好反對嘅。我應承佢哋俾半年時間我一定會做好佢。我真係好想將我爺爺從細教我嘅中華木雕故事 crossover 西方嘅頂尖技術，去打造香港第一個陀飛輪品牌。我記得之前 Google 咗張好特別嘅 poster， 原來係靳埭強大師嘅作品。佢就係運用中華文化結合西方設計概念，而成為世界最出名嘅設計師之一。中西文化呢個組合真係有得搞，真係幫唔到你。我哋一直只係幫人做機芯，你知唔知做品牌有幾大風險？又有幾多間廠可以成功啊？唉，第一步都過唔到，點算啊？我打開 Google 睇咗好多工廠成功轉型嘅例子，原來做品牌先至可以提升產品嘅價值。當我知得越多，我越有信心。多謝有 Google 幫我揾到世界各地嘅資料同數據，咁先至可以說服到廠入邊嘅前輩幫我生產。開始嘅時候，公司得我一個人，無論係搬運、出單、推銷、揾合作，我都一腳踢。呢度淨係賣外國貨嘅啫噃，西賺。剩翻1個月就夠半年，唯有繼續搏命去揾合作。標行地址，我逐間標行拍門，先至揾到幾間標行肯幫我代理。估唔到第一批標2個星期就賣晒。我覺得 William 就係好勇敢，佢唔追風，佢揾到自己嘅路，用咗中國嘅文化去創造佢嘅品牌精神。鐘錶呢種國際嘅產品裏邊，融匯到自己品牌嘅特色。呢2年時間，我將中西文化嘅精髓開始帶到去全世界。我揾到我嘅人生方向。我今年27歲。